哦，做人阁有一种意思啦。你要去做人无？对。我无想要讲。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，今日是咱来学台语白话字上尾一集。今日咱要来讲台语的变调。进前第6集咱学声调，第7集咱学入声，对无？所以咱今日学变调了，咱这个基础差不多就拢全部学了啊。今日学习的重点就是台语的一般变调的规则，搁有轻声。啥物是变调？有真侪人咧学台语的时阵，会感觉迄变调的规则母甲母煞煞安尼。其实变调敢有真正遮尔困难？咱咧讲华语的时阵，其实嘛拢爱变调啊。就讲咱伫华语内底，咱要甲人讲谢谢，咱袂甲伊讲谢谢你，袂嘛？咱会讲谢谢你安尼对无？你若要甲人拍招呼的时阵，你袂甲人讲你好。你会甲伊讲你好，对无？这个你就是你有变调嘛，人的名嘛会有变调，咱袂讲随便，咱会讲随便，安尼对无？啥啦？咱咧讲华语的时阵，咱袂感觉变调都困难，因为咱已经惯习华语变调的语感嘛。同一个道理，你若是常常讲台语，你台语的语感愈来愈好的时阵，台语的变调你嘛自然就拢会晓啊。所以咱来加练习。变调就是一个语序也是一句话内底，因为头前的音节后壁有接其他的音节，这个头前这个音节伊就爱改变伊的声调，这就叫做变调。我先来举一个咧吼，像讲安平港这个词，这3个音节，咱若拢读本调，伊会变做安怎？安平港咱若甲合做伙读做一个词是安平港。安会变做安，平会变做平，港嘛是港，伊就无变。咱会发现安甲平拢毋是读本调，干那上尾迄个港伊是读本调。安尼咱就会当知影台语的变调的规则，除了上尾迄个音节伊是读本调，毋免变调以外，其他头前的音拢爱变调。伊要变啥物调，是根据伊家己本身的本调是啥物去决定，甲伊头前后壁的音啊，啥物声调拢无关系，甲伊家己的本调有关系尔。OK？ 讲到这，咱会当塞倒转来看。你若是想要知影一字伊的本调是啥物，你常常想袂起来，你要安怎？有一个撇步甲你教，就是你就去想一个迄字放伫后壁的词。我举一个咧，像讲，我想要知影歹人的歹，伊是本调是啥物，我就甲即个歹摕去放伫后壁。我想讲做歹做歹就是即个歹嘛。所以伊伫后壁的时阵，伊就是本调，所以伊的本调就是歹。第2调，这是一个咧写白话字的时阵，也是你咧拍字的时阵，常常毋知影迄个本调是啥物，你会当安尼做。像咱咧记数的时阵，拢爱知影本调，因为咱咧写物件拢是写本调。好，即马基本的观念有啊，咱即马就会当来讲一般的变调的规则。咱摕迄落顶摆讲声调的时阵，遐个动物来做例，你毋免烦恼，我上尾会教大家要安怎记，好无？第1条。西的后壁，咱若加一个头，变做西头。这个时阵，西就会变调变做西，所以咱就当知影第1条变调会变做第7条。像讲冰，咱若要讲冰机，冰就会变做冰，嘛是共款。第1条变第7条，刷来第2条虎。虎的后壁，咱若加一个尾，就会变做虎尾，所以虎变做虎，就是第2条变做第1条。Next one， 第3条霸，咱若伫伊的后壁加一个皮，就变做霸皮，霸就变做霸。第3条变做第2条，刷来第4条甲第8条拢是入声。因的变调规则，我等下较做伙讲。咱先来讲第5条，第5条是猴，后壁加囡仔，就读做猴囡仔，猴变做猴。第5条变做第7条，这是南部腔。第5条的变调有腔口的差别咯。第5条变第7条是南部腔，北部腔的时阵，第5条会变做第3条，所以因会读做猴囡仔。刷来是第7条，
唱后壁咱若加一个牙，唱牙，唱会变做唱，就是第7条变做第3条。落尾咱来讲上尾2个入声，第4条甲第8条的变调规则。咱顶一集有讲到，入声有后壁是波、哆、歌、呵这4种，对无？除了呵以外，其他这3个波、哆、歌收尾的入声，伊的变调规则足简单，就是伊原本若是第4条，伊就会变第8条；伊若是第8条，伊就会变第4条，就安尼颠倒变就对啊。咱来举一个例，像讲这个字国，伊后壁若加一个加，就变做国家，第4条变第8条。啊，佮有不，咱伫不后壁加一个祖，变做不祖。原本是第8条的不，就变做第4条的不。这个上简单，颠倒变尔。啊，若是好做尾仔的第4条，像讲客，人客客，咱若伫客后壁加一个听，原本会读做客。听，啊，毋过好做尾仔的入声韵母，因为伊后壁要接其他的音节，所以伊发音的方式就会消失去，变调就会变做客听，也就是讲入声的韵母后壁是好收尾，第4条会变做第2条。啊，若第8条咧，譬如讲八，咱若伫后壁加一个目，原本的变调，伊第8条嘛变做第4条，变做白目。啊，毋过咱袂讲白目。安尼嘛，咱会讲白目，因为同款的意思，伊的后壁因为爱接一个音节，所以伊迄入声发音的方式会消失去，所以咱会变调变做白是第3条，所以好收尾的入声，第8条就会变调变做第3条，就是安尼4变2，8变3。咱即马变调的规则讲了啊，要安怎记？我甲大家分享这张图，咱拢会为第5条开始。我是南部腔，我会记一个口诀叫做573217。你看迄箭头的位，第5条会变第7条，第7条会变第3条，第3条会变第2条，第2条会变第1条。第1条会变第7条，敢是拄好细一连变调的规则就是安尼。你若是北部腔，你的变调的规则就是53217 这我家己咧学的阵，我就当做咧背电话号码，像顶界讲的“洗好爸比搞到墙路”共款，一直念，你一定记会起来吼。573217还是53217听起来是小可会感觉较忝啦，啊，毋过其实这就是足食喜感的所在。变调你就是一直讲，一直听，你自然就会晓，你根本就免去背迄个规则。除非你是咧考试，还是你咧写物件，想袂起来，你才会需要去用到迄个规则5732117。安尼，咱即马要来讲今仔日的第2个部分，就是轻声。我即马心情足激动的，因为这个部分讲了，咱这个单元就拢讲了啊。轻声吼，甲较主要咱咧讲的变调，拄好是颠倒变的概念。轻声就是一个词内底头前的音节爱读本调，后壁音节爱读轻声。是安怎？因为伊就是要强调头前即个读本调的即个词，像讲弄着弄，伊就是本调，着就是轻声，强调讲。去用弄着即个弄即个动作，所以伊后壁就是读轻声。啊，其实有足侪啥物调，拢是轻声。轻声的符号是写2个海粉。你若是要写轻声，会记得本调后壁爱加2个海粉，啊来才是轻声迄个字。安尼，啊我遮要举一个例是，有读轻声甲无读轻声，意思完全无共款。变调的讲做人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咱讲咱做人爱有一个善良的心。做人，啊，毋过你若甲伊变做头前是本调，后壁读轻声，做人意思就无共啊哦。做人就是华语咧讲匹配，啊，你已经26岁啊，你敢做人啊？就是你敢甲别人已经有婚约啊？你敢已经甲别人订婚啊？安尼的意思，所以做人甲做人，伊迄意思就差足济啊。哦，做人佫有一种意思啦，你要去做人无？对。我无想要讲。轻声佫有一款路用，就是咧加强迄个语气，像讲朋友啊要烧酒去啉酒的时阵，
咱会讲来去啉一杯，啊，这个啉一杯，啉就是本调，一杯就是轻声，伊就是要强调啉这个动作。你若是有朋友讲要甲我去啉一杯无，安尼意思就是敢若要啉一杯，啊，毋过若是讲咱要啉一杯无，就是无一定会啉一杯，可能会啉甲几啊百杯安尼。你要答应人敢要去的时阵，爱先听清楚。我定定咧想讲，迄个外国人啊，若是咧学台语啊，拄着即个轻声的变化的时阵，笑气，伊真正会笑气。伊会想讲，啉一杯，啉一杯，到底是对位无共款？你即马知影，咱以后就当教外国人啦吼，迄真两个意思无共。其实台语的变调吼，除了头拄仔咱讲到的，搁有形容词三连音的变调，啊，搁有随情变调等等。像台语的形容词足趣味的，为着要表示程度上悬，像迄个英文的上悬级 EST 对 EST， 咱会讲哦，你的面哪会安尼红，即个红伊的变调，就是即种特殊变调对啊。啊，咱搁会当讲哦，你真正足够食呢，你哪会食到安尼肥，哦，即个人讲话都无礼貌。搁有一个啊，你地。我是讲头毛啦，头毛来加加咧地，哦，我拢是袂出来啊，安尼想去倒位去啊。大概就是安尼，就是做侪形容词，拢是三个字贴做伙，啊，这个时阵的变调就是特殊的变调。其实咱咧讲这种变调的阵是做靠语感去判断的，咱会较少去背这个规则。啊，毋过伊毋是无规则，只是伊要解说起来，可能会感觉较复杂。咱若是以后大家有兴趣，我再搁拍影片来分享互大家。今日重点就是加5732117，啊是你若是北部腔，就是53217这个变调规则摸清楚，基本上你变调的基础就拢会晓啊。好，今日要教的内容就讲到这。其实咱这个单元已经讲了啊，唔知影有偌侪朋友是为第1集真正有看到第8集，啊，甲全部的物件学起来。拜托你老话甲我讲，因为我会感觉足感动，我会感觉足赞的，就是竟然真正有人对我做伙学，啊，甲白话字学起来，伤厉害啊吧？拍好者。今年2021年，咱会有一寡新的计划。啊，这个白话字是安怎？我一定爱先做白话字，因为你若先甲白话字学好，其实你对台语的概念就已经足清楚啊。啊，你要家己去查字典，啥物你就拢看有，迄字典在写啥，你总拢看有，对吧？你若是有啥物想要学的物件，甲台语有关系，你嘛会当留话互我才知影哦，大家有需要啥物款的内容。你若有介意我甲你教的方式，请你给我试一个赞，分享互你的朋友，订我的频道。安尼今日就讲到这，希望大家看这个单元拢有吸收到一寡甲台语有关系的知识。拜拜，咱后摆后一个单元再会。我其实唔知影这当时爱使用着这个耳仔的部分。你送的时阵哦，重点注意。好，来，即摆重点来啊！重点就是